书房会是越剧传统戏《沉香扇》中的一折。在50年代时，范瑞娟与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合作演出过。90年代，他们再次合作出现在电视屏幕上，光彩不减当年。表兄，我与你言谈几句，稍时虽要分别了。表弟意有何往？我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于是我也要到湖南找亲戚。哎呀，真是巧得很呐！哎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表弟，你找的是哪一家呀？我家有户是兵部长史查天表，小姐查来因。哎呀，不对呀！什么不对呀？表弟，不知湖南开封有几个查天表，几个查来因啊？只有一家吧？一家？那我的户为什么也叫查天表，小姐查来因呢？哎呀，这倒奇了。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表弟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物为嫔啊？我是岳母大人亲口许婚。你呢？哎呀，表兄，你文章快手，才华过人，今天面试得到是流，今天为我吞吞吐吐，若言不语呀。
我不想你，你不想我，不想你啊！那成过亲了，这是哪里是气呀？哎呀，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件事大家谁来听？你这是哪有那么无论报天气有了的？你若小子天，少情只是他心急。少年金榜万里东王花不谢几句，小弟子贼毛上的是无比，我与他是天生一对好夫妻。他那里有水有关系，我这里有天有大气。原以为自己早日来起的，预交的冠冕堂皇谁不起？谁知道有武家小弟配表里，我与他怎么样？死的终谁记连理？真是老面皮。
那一人专业为天发明生，一小计也相依心相印，小计他在此为美而生气，我为他今日神往爱莫生，我为他小早给把一心里，因为他内心为侬受苦心，我为他心机轻松成相双，倾诉终局就永婚，我为他修为自中备，受尽特显礼菩萨精人，我为他事业功德去功名，金宝地流盼也有，今日我脱身我就中高亏，心上小心，有也穷家无心，恨不能他死地道不能去，小心龙王花树招人心，有谁知好子偏做梦，我只有恳求一人有经历十个苦练，让我仔细地再想一想吧。啊，好好。表弟，查小姐的众生到底娘是不娘？不娘，你懂这不娘？这有什么假的呀？一把，你不要来拉我，是什么？我要去行死。哎，你不能要去，哎呀，你要去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死啊！那你让我去找去了。哦，哎，你去死，你去死啊！你是我好去飞天地，表弟虽然无情你，心思你为也忘记。
气，人人姊妹你不愿，你莫怪无人有无情。为了小姐的走势，乖乖何妨啊？哎呀，到底，你到底贵不贵呀？贵，快一点啊！小姐呀，小姐，我为了你的终身，那表弟叫我跪在他的面前，你在闺中可知道我的苦衷哦？我知道嘞。表弟，你受领了咯，愚兄这下跪下了。外语出去？哦，外语不出去。冤家呀！你我表兄表弟怎么成起冤家起来了？你上去来仔细看一看呐，仔细看一看。你是查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的？你莫非是笑啊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我说你可是差家的笑，你说道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这既然不必多你，我就是茶兰英。你真是小姐，小姐，既然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会到旧家中来的呀？冤家。